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人来讲，唔能吹安那？牵成人好亲情大富贵。敢问啊，国情啊，人敢若唔是安尼讲呢？来，你斟酌听我讲，唔能吹。来到南方这边，咧学罗如风，讲举止行动真大端。这句大端，社会目前加减有咧讲，不过现主时的书典无记载。我去编日本时代台语书典，专家来编的台历大书典内底解说甲明，讲头拄啊国情咧记咧，这做囡仔如风，举止行动真大端，就是端庄，就是互咱咧看到真定调、真稳重，讲做大端。啊，我吼做唔人做遮久啊，我拢讲套直的。朋友，国情头拄啊咧讲套直这句词，原来是社会咧应用的形容词，原来是目前我阁有在听，毋过现代台语字典差无，所以咱真阁去编着日本时代台历大书典内底，原来有记载，正直无虚假，讲话做人爱直拄直，实拄实，安尼叫做讲套直的。毋通无啊讲吼，我拢讲套直的，恁即落条件遮好的查囡仔，我一定原来甲恁找一个好亲情。所以南方迄边，你听我讲，本来做科长，但是嘛已经升起来做协理。过来啦，总经理绝对有伊的位，因为伊做工课，互头家真学乐，真一调。讲伊啊，做了拢有对办。朋友，对办，原来形容词。原来目前社会，我有在听，我去记录，我去采集落来，颠倒去比较讲。虽然现代台语书典差无，但是日本时代台历大书典内底说明甲真清楚。对办两项解说，头一项，咱讲吼，做生产产品爱先有办啊，办啊做好了，后壁面产品摕来比对，比对了有合，安尼讲叫做对办，就是符合样品。另外对办，国情头拄我咧讲啊。做了有对当，工课做了拢有正确，安尼叫做对办。若工课做了有对办，当然就步步高升咯。无怪啊，无怪讲即款好人品的人，我才会来报来，互恁做好亲情。从头至尾安尼讲，咱就了解啊，朋友，真正唔能随咱来甲肯定，牵成人好姻缘、好亲情，互咱会当大富贵。